大家好，我係蔡師傅。早兩日咧，大家對呢個建造業總工會發布嘅建造業工人日薪咧就比較大嘅爭議啦。咁我今日咧就特登再揾咗另外一組數據，咁啊呢個咧係由政府統計處發出嘅建造業工人日薪。咁呢個係從事政府工程嘅。佢嘅計算咧係由主要承建商申報嘅建造業工人日薪，咁大家聽清楚啦，係大判申報嘅日薪嚟嘅。咁大家咧可以睇翻自己相關嘅工種咧，咁啊個數字合唔合理啦？咁啊其他工種咧，咁我就唔係太清楚啦。咁我可以同大家睇翻水喉啦。咁啊大家水喉就會見到係1400至1500之間啦。政府工程正常應該係比私人市場係低少少嘅，咁如果對翻建造業總工會個價咧，咁啊又真係確實係低咗少少嘅。咁但係評論區就好多工友就表示咧，咁啊嗰啲價錢咧係私人市場暫時大部分都係冇嘅，咁啊都可以睇清楚究竟而家呢一個嘅價錢到底又係合唔合理啦。上翻去少少咧，大家就會見到啦，咁啊係政府統計處出嚟嘅資料嘅，咁啊呢啲全部係網上資料，大家都係可以揾到嘅。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咁多啦，拜拜。